喺日出康城第一期住宅項目嘅分行，特別為日出康城壓軸一期嘅海堤灣設立專門店。3、2、1，開始！金展一揮，美聯物業海堤灣專門店正式啟用啦！咁我哋海堤灣公佈咗第一張價單之後呢，個收票情況非常之理想啦，亦都見到我哋有唔少嘅準買家呢，就可以係繼續嚟我哋嘅售樓廠現場呢係入飛，亦都係招標嘅。咁因為反應非常之熱烈啦，我哋都覺得就係話成個項目呢就係成為咗市場嘅焦點啦。咁所以我哋尋日咧就加推咗我哋第2張嘅價單嘅。咁我哋到目前為止咧推出咗總共係381伙嘅單位。咁陸續啦，我哋嘅收飛嘅情形都好理想之外咧，我哋今日咧亦都係繼續係收標，亦都係會稍後時間咧就會將我哋嘅招標結果俾大家分享嘅。咁我哋估計咧3月全月咧會有2500宗嘅成交，咁頭1至到3月計啦，勢必係超越2019年首季嘅5524宗，並係創2013年一手銷售潮流之後嘅最高水平。即係為準備下週賣係嘅，預計係會下週會開售。下週初啊？下週初會開售。咁而家收咗幾多飛？哇！呢個問題啦，好啦，4000啦，其實都好犀利，9倍㗎啦，已經係以我哋價單出嘅數字超過9倍㗎啦。